據 Sky Sports 同 Guardian 所講，車路士左閘古古利娜據報即將轉會皇馬啦。咁我自己本身就唔係車路士球迷嚟嘅，本來就唔想開一段片講呢樣嘢，但我又覺得呢單嘢咧幾值得深思，所以就希望咧短短地咧講下我自己對呢單嘢嘅感受。如果早幾年有人同你講古古利娜終會有一日去皇馬咧，可能會俾人笑。當年車路士用高價將佢喺白禮頓買翻嚟嘅時候咧，初期嘅表現係真係麻麻地嘅，再加上當時車路士成條波都好亂，咁球迷自然就好容易將古古利娜變成其中一個笑柄啦。但係足球咧就係咁喎，有啲球員咧會由被人誤解，慢慢變成一個咧大球會識得欣賞嘅球員。其實人同人相處又何嘗唔係咁啊？而今次古古利娜去皇馬，我自己覺得最值得講唔係佢啱唔啱皇馬，而係車路士呢一邊。沙比亞朗素咧就準備接手車路士，本身已經唔係一份易做嘅工嚟。我整緊另一段更加詳細嘅片，所以咧就唔打算講太多啦。呢段片主要就講下古古利娜離開咗車仔，究竟對沙比亞朗素有幾大影響。咁先講下古古利娜本人啦。佢最正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傳統左閘，就唔似卡路士咁樣爆落底玩遠射傳中超勁嘅左閘。佢嘅踢法更加稱唔上叫優雅啦，其實比較優雅嘅係佢嗰把飄逸嘅手法。好啦，認真翻，古古利娜嘅價值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好高能量、好難打、好難甩開佢嘅左路防守球員啊！你對住佢會覺得佢好 Q 煩，因為佢會貼身追住你，逼住你，死纏爛打。當你以為你已經甩開咗佢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出現喺你隔離。仲有你唔小心拉親佢把手法咧，你又食紅牌噶咯喎。咁呢種球員咧，就咁睇精華或者睇數據咧，就未必好靚仔。但係其實教練好多時會好中意喎，因為佢肯做 dirty work，而且佢唔係淨係有體能，佢咧仲有戰術嘅腦筋，而且可以升任唔同嘅位置，左閘又得，翼位又得，而且喺三中堅體系入面，佢又可以踢偏左邊個中堅，又識得收翻嚟中場幫手出下波。即係話佢其實唔係得一種用法，你要佢拉邊佢又可以拉下，你要佢收翻嚟幫手做 build up 佢又得，你要佢喺後場幫手出下波咧又唔差嘅喎。咁你要佢高位逼搶肯上去咧逼下對手咧咁又得。咁呢種咁多功能性正正就係值錢嘅地方。咁再講講佢身體條件啦。咁佢好明顯就唔係高大嗰類後衞啦，但係佢就係勝在重心夠低啊嘛，轉身快，反應又快。咁對住依家速度型嘅翼鋒咧，佢又唔使次次揾速度嚟贏你嘅喎，佢就係勝在可以好快收步轉身回追翻你咯。同時間佢腳下功夫其實唔差，所以咧點解咧佢喺西班牙國家隊入面咧都可以有正選嗱？佢絕對唔係完美，但係佢咧係一個好啱現代足球體系咧嘅球員，所以我覺得皇馬睇中佢其實一啲都唔奇怪。咁我想講呢單轉會最有趣嘅地方咧，而係車路士呢一邊，沙比亞朗素都未正式開工，已經少咗一個可能好啱佢用嘅球員。咁你睇翻車路士官方俾出嚟嘅數據啦，古古利娜上季踢咗50場啊，43場正選，出場時間超過4300分鐘。呢啲數據已經講你知佢唔係普通嘅輪換球員，而且頭先講過啦，唔係淨係踢一個位啊嘛。咁所以簡單嚟講，佢係車路士左路一個好重要嘅棋子。咁究竟點解沙比亞朗素會需要呢啲球員呢？首先咧，你睇翻沙比亞朗素帶利華古遜嗰2年咧，最令大家深刻印象嘅咪就係個三中堅體系咯，有翼位，又會兩邊 half space 推進啊嘛。但係佢嘅核心其實唔係陣式本身，而係咧佢係會令個球員咧喺唔同嘅階段識得玩變形。進攻嘅時候咧，個邊路咧有人拉開，build up 嘅時候咧就要有人識翻收翻入嚟中場幫手出波。而係防守轉換嘅時候咧，邊路嘅球員咧又即刻回收翻嚟，唔可以俾人一腳咧打穿。所以沙比亞朗素嘅體系咧，其實係好需要一個人咧係識得踢幾個唔同位置或者升任幾個唔同角色。咁古古利娜正正就係呢種人啦。所以個問題就嚟啦，古古利娜一走，車路士左閘剩翻咩人？咁當然有客圖啦。嚴格嚟講，其實唔止得翻客圖添，因為你仲有 Willie 啊嘛。而且肯定車路士又會喺轉會市場留意下有咩人可以替補啦。但係其實咧，客圖雖然唔差，而且其實係好有潛力，又可以踢左閘，又可以踢左中堅。而且車路士官網亦都話佢上一季開始的確係有啲困難，但係下半季咧越踢越好喎。咁所以你睇落好似古古利娜走人咧，影響唔係好大。
但係個問題其實係客圖同埋古古利娜最大分別唔一定係能力，唔一定係天分，而係個成熟度啊。古古利娜喺英超浸咗咁多年，又踢過西班牙國家隊，踢過唔少大賽，但係客圖就唔同啦，得個20歲，踢過一季英超咁大把，你可以期望佢將來可能係一個好球員，但係你好難期望佢下一季沙比亞朗素嚟教就將個重任交晒俾佢咯。呢個呢，正正就係個風險啦。所以古古利娜離隊對車路士最大嘅打擊唔係冇咗一個左閘咁簡單，而係呢，本來個新教練就係需要幾個成熟、有經驗、多功能、即插即用嘅球員，但係你啱啱好呢，就賣走咗佢啦。咁你話沙比亞朗素係咪想講粗口先？咁講到呢一度，你會問古古利娜咁有用，點解車路士仲要賣？你都知答案啦，錢咯。因為車路士呢幾年買人真係買得太癲啊嘛。我呢個唔係車路士嘅球迷，有時見到都會笑一笑。希望大家唔好揼我啦。嗱，Blue Call 入主咗之後呢，車路士的確用咗好多錢買球員，個個簽啲約呢都好奇怪嘅，好長，陣容呢塞到爆。但係呢，買咁多人呢，成績呢又唔係好好喎。你使咗咁多錢，又唔係穩定入到歐聯，又唔係穩定爭到冠，收入同埋成績呢完全唔配合嘅，咁財政壓力自然會出嚟啦。咁你就要諗最容易賣到錢係咩人？咪就係有價有市、有球隊要嘅。咁古古利娜咪就係呢一類咯。而且係皇馬要喎，價錢又唔低喎。咁車路士班管理層一睇就會覺得賣啦。咁其實唔係冇道理嘅喎。而且皇馬出到手，古古利娜自己都會想去啦。你都未必咁易留得住佢。但係正正就係咁，呢個轉會呢，就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啦。財政上車路士可能做咗一個正確嘅決定，但係足球層面上呢，就令到沙比亞朗素呢失去咗一個呢非常之啱用嘅人啦。至於皇馬角度呢單轉會合唔合理，唔需要多講，你知我知，單眼我都知，非常之合理。我分析得多都會俾大家嫌悶啊。咁最後我都想輕輕帶過一下車路士依家問題。就係個管理層真係好智障，呢幾年好似成日重新開機咁，買一堆人換一個教練，又買一堆人又換一個教練，依家終於請到沙比亞朗素啦。理論上應該係一個長線計劃嚟噶嘛，但係沙比亞朗素未上任之前，你呢就賣走咗一個有經驗又可能啱佢用嘅人，咁睇落去好難搞喎。而且你要諗下車路士咁樣賣出去，其實係咪真係絕對有好處先？如果你賣咗古古利娜之後，真係揾到個更加年輕、有啱沙比亞朗素用嘅、有潛力嘅左路球員，咁你可以話係高位套現。但係如果你買唔到嘅，又或者買翻嚟個新球員要適應半年或者1年，又或者客圖踢唔翻應有嘅水準，咁呢單轉會呢，你又真係捅咗沙比亞朗素一大刀啦。車路士今時今日搞成咁，我呢個非車迷都真係唔知講乜，我只可以講句祝沙比亞朗素好運啦。嗱，你哋有咩想講，又或者點睇呢單轉會嘅，就 comment 話我知啦。呢段片絕對唔係嚴謹分析，只係吐下我自己嘅心聲啫。如果你中意嘅，記得 subscribe、comment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啦。我哋之後會繼續咧做多啲唔同嘅足球分析，有時咧又會學金段片咁樣吹下水，講下足球知識，講下足球與科學嘅。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